11节感动时刻的镜头，今天要带您到台中市福林路上，这里有一家客家菜餐馆，但老板何兴辉不是客家人。当年因为喜欢台中，在这里定居，还在东市买了一座山，结识了当地餐厅业者，因缘际会之下开了这家客家菜餐馆。招牌菜是梅花肉椰菜煲，晒过的花椰菜跟猪肉一起焖煮，让人想了都食指大动。台中市福林路上这一栋西式建筑物气派豪华，格外的显眼。这是一家客家菜餐厅，挑高明亮的空间，几张桌子，餐厅老板何兴辉正在厨房里监督着。21年的好味道从这里传开，紫色的茄子要先过油，再和着大蒜、辣椒、9层塔一起拌炒。这道客家茄子香气四溢。餐厅的招牌还有另外一道梅花肉椰菜煲，这一袋装着晒过的花椰菜，散发淡淡的香气。花椰菜和五花肉、蒜头、辣椒一起焖煮，最后再铺上青葱提味。打开锅盖的那一瞬间，香气弥漫，令人垂涎3尺。老板何兴辉为了拉拢更多的顾客，发明了这道菜。你要做生意啊，你如果跟别人都是一样的话，你当然就没有办法跟人家竞争。那我们如果一定要有特色，同样是花椰菜啊，我们的花椰菜就是一定要与别人就是口味上啦，味道上啦，一定要有特殊的那种感觉嘛。故事要从民国77年说起了。何兴辉在台中东市买了一座山，在当地结识了不少餐厅业者。他很喜欢客家料理，退休之后开了这家餐厅，聘请客家餐厅的主厨来坐镇。一开始没有人气，靠着附近球场的朋友打响知名度。打球来吃，吃完了，结果他们家庭里面也到这边来吃。到后来打开，就是因为这样才打开。不是客家人的何兴辉努力传承客家菜，他还打算开班授课，让美味继续传承。挑高奢华的空间里重新演绎客家美食，茄子的籽更显尊贵，花椰菜干倍尝新鲜，不脱简单的食材，在台中蜕变创新的感动时刻。